珠海一周一行及橫琴一簽多行政策自今年1月1日實施後，吸引唔少珠海及橫琴居民來澳即日旅遊消費。有商戶指措施能填補居民北上消費嘅部分缺口，期望將一周一行簽注擴大至大灣區其他城市。但除咗國家給予有利澳門嘅政策外，本澳商界特別係中小企本身，又要點樣改進經營手法或產品質素，甚至加強宣傳策略，先至可以喺呢個旅遊消費新模式下逆流而上呢？其實你而家睇到呢條街呢度呢，你而家人來人往，咁就係好大成分就係受助於呢，就係一周一行嗰個政策嘅帶動，同埋或者係響深合區過嚟呢，就係一周多行。咁呢啲政策都係對我哋整體澳門嘅經濟呢係有裨益嘅。咁當然咧就話基於現時嘅消費Z世代嘅消費模式嘅改變呢，我哋更加需要呢，就話要更大嘅人流嚟不斷嘅補充。你話而家全城大獎賞啊，都已經覆蓋咗整個澳門，包括離島。咁基本咧就無遠弗近㗎啦。只要係嗰個活動期間嘅時候咧，你任何人去到邊個區咧，都有呢個咁嘅抽獎優惠。呢個第一。第二，你睇到而家特區政府亦都喺唔同嘅堂區啊，或者甚至乎民生區入邊啊，花匯北區啊，你諗整咗好多一啲令遊客打卡嘅裝置嘅景點嘅。咁呢啲都係吸引到遊客去到落戶一啲民生區嘅。咁你話做唔做到生意咧？嗱，呢樣嘢就真係好大成分咧。我哋作為經營者咧，自己都要去點樣增強自己個競爭力咯。因為其實你睇到而家嘅基於現時嘅消費模式嘅改變咧，而家佢啲後生嘅即係向往咁一啲沉浸式嘅同埋性價比高嘅效果而去推進嘅，去旅遊個過程中。咁所以如果你自己你都唔響呢一方面去研究點樣能夠迎合到個市場咧，真係大浪淘沙，好容易就俾一個大浪冚咗去咧，咁就遺憾㗎啦。就以沙梨頭水上街市為例，海鮮即買即煮夠新鮮，而且仲有海景加持先至叫做有特色。客人可以喺樓下買咗啲新鮮嘅海鮮，跟住即刻買上嚟，可以即刻烹調，以最短、最衞生、最快嘅時間可以享受到啦。咁就想就延續翻呢個水上街市嘅呢個特色。在長遠嚟講咧，我個人就覺得應該將呢個一簽多行咧推廣到去大灣區省內嘅其他城市啦，咁可以促進到即係兩地嘅文化交流啦，咁同埋便利咗區內嘅大灣區內嘅人民嚟到澳門度旅遊或者消費咧，咁對長遠嚟講，對澳門長遠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喺度嘅。